这个猫咪呢，都分公太公暗号的说来耐情结婚嘛。生意龙胎的。生意龙胎。安那抽签安多。 那安尼讲，让我来接助你哦。开师傅来再救一下，然后他都接开金针菇了。哎，假使大家跟下手到嘿鱿鱼卷啊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老师帮我举台200。客家常用哦，大家不卡全会煮啊。我自己是喜欢吃传统的，不然到最后就变得只有边香炒酱油。哎呀，就变成张妈妈的料理了。口感层次为再多一层这样。你怎么会没得奖哎？对啊，有啊，我有加做啊。加做啊！先给第1名。我也加了。哎，你自家制作节目吼，4年以来哦，其实摆东南亚是印尼料理带来现场哎。对，打开来。还是要说打开门。哎，可以。哇，地板很丰盛嘞，好漂亮哦！真的姜黄。如果我那一年有机会去当这个销售什么评鉴员吗？试吃员，我一定投票给你的。雪玲姐排 C 哈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要苏坤，一家之主，哪些民族？仲白票。哎，谈讲哦，今年嘅客家常用的比赛，哎呦，办到动态呢。真的，而且今年呢总决赛哦，整个就是 level up 了。对啊，第一个冠军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客家自主的一个骄傲啊，对，青春的希望，是我们的雪玲姐。今年嘅来宾，哎呦，今年的哦，真的热腾腾的，刚出炉的哈。哎呦，好，等下来吃看家的好酥耶。先来分享到今日评审欣赏，之前来分享到嘅係阿俊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師傅。阿邊個好？大家嚟分享到係千陽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。好，講到風吹呢，咪係兩擺你天呢嘅全國客家唱歌比賽有得獎嘅組嗬。啊，其中上呢係表姐弟來分享到嘅係夢蓮姐老本公公。歡迎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好，來看下咱出呢一片係來自竹南嘅表姊妹，呢啲係200號客家常用舉韻第3名李玉琴、尤嘉寧。歡迎！哇，這怎麼比啦？哈，你們不是才剛遇到彼此過嗎？連下又過來比賽，今年6樣之前唔抵講係老對方啦，哈。唔抵。唔抵。啊，來到看到嘅時候想，有冇要賭到誒？現在小姐好靚嘅好嘅哦，用啥係來自一個男裝，想講一下到男裝要推薦嘛個好靚嘅素材冇？有個神仙果，而係有6虎、6長lau鳳面3條蟹，飛攝起來嘅就神果，千醬有個水蟲嚇，加熱千度然下呢啲啊，個有個撲天樣嘅味道滲透嘢，而家有去撲嘅賽德克巴萊，係風景清油味，係哇，神仙果嘅個照片，剛有提到有3條河吧？係哪3條？6虎、6長個鳳面。哦，哎，夢蓮姐，你係有尊山嚟做導遊係嘛？冇，因為介紹都啱好誒。好，嗱擺喺講睇下有機會哦，來到苗栗南莊嘅話，有好食嘅客家料理，客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呀嘅。雖然你菜地洞有名嘅觀光旅遊勝地神仙谷哈，除了神仙谷之外，走在到大家小街一下到竹南2片哦，又有家動鐵片的一個這個人文景觀。對，冇錯，喺中南路後龍之間哈，有一隻吳乃石滬，有聽過嗎？我真的沒去過。對，吳乃石滬，它是平埔族語啦。其實Google 嘅話哈，除了吳乃石滬以外，可以 Google 合歡石滬。而且目前哈，清古老一個捕魚嘅方式，它是利用個潮汐，海水來加下，嘅魚就會彈入來，啊，等海水推大家下，魚就會留一個那個濕薄度哈。韓國哈，你啊種切切多嘅咪錯嘛哈。係啊。其實個順哈，水推太高後，就會當到個大夫區那個漁夫漁民哈，帶點聲音嘅，帶點細隻嘅那個公雞，一挖濕鵝誒，一挖。所以其實也是當後一檔休閒的地方，然後建議大家可以來苗栗後山後水，真的很需要大家來觀光，大家來促進苗栗的經濟。俺引進的渠道哈，今年嘅客家常用比賽真的有增加一個口語表達的比重。
哎，梁祝讲到就一盒呢。安子说，安子说。太极刚刚讲到一个重点，还有老太恰讲，当然你客家的动作诶，也得会损，有爱杀服啊，这是我们非常要保护的这个。算是一个国家级的一种文化的哦，可没有你呀有哦，一般较多的都幸福嘅道味嘅，桃园幸福嘅道味嘅杀服睇起来看颜色，不过都没有啲重南美有哦，刚好都无奶杀服，南北睇起来做两款啊，马上就来金行体育馆嘅挑战。料理风流蛋，梁翠会用现改嘅方式加添主要食材，3点温馨指定爱做嘅料理。伫俩之前，唔知会取到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翠会因为条件中3变到手脚来唔差么？含入梁翠冇取到嘅食材，未为咗煮出来做示范，到底会变出乜嘅上多嘅料理呢？最挑剔、最神奇嘅比赛，临时是开始了。呢一款呢，很多料理风流蛋，等下师傅讲出基本嘅菜式过后，呢度用无腔嘅食材，再来向我谈一下。先来请卢师傅公布基本嘅菜名。今天的做系照烧金针菇肉卷。照烧金针菇，这真的有2个可以换，金针菇非常牛，都有可能，可以吧？每次咪做得饭，对，可能哦。好，用主判一3年出来猜拳好吗？哦，好，嘉宁来，准备好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哇，木点记。先来这。好，1、2、3。我们太棒了！有咸呐。木点记，我们一开始就开出红盘了，被他们抽走，不用怕。哦，只有一个是地狱食材。哦，因为是呛色也是风色的。风色。好，5到3哦。1、2、3。哎呦，太乱係冇？照烧金针菇。哎，我走的咯。蛋卷啊 ，OK 啦，OK 啦，这个还算是我走的食材。要欢迎地狱了吗？不用啊。地狱啊。哦，1、2、3。哇！哎呦，哎，2种路线，鱿鱼丝，鱿鱼片，大白讲千份买2个，哦，真的会买这个。哦，这个我们直接分来吃吧。是熟嘞，做料理，熟嘞。哎，所以今天没有地狱食材。千府系片通食材啦，片通食材哦。好，你会发感觉起来大家好像都蛮有把握的哦。马上就有金行体育馆一个挑战。紧张的时间马上就到位，体育馆呢呀料理风流蛋哦，最有挑战性。这边呢因为出到咩年代上上的食材，现在我们看到风吹的挑战者，你哋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咱这里片吼，你哋有信心吗？有。哇，没动头哦！加油哦！拿出2个精神来，呀，正要来比赛飙起来！马上来金行体育馆挑战，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！大家开始，高手过超期待这一集的。对啊，咩日本的掺水茶的等级了。对，老师傅。而且重点是你们刚才参赛长公给拿亚给去比，所以猜测了比，那我们怎么评？对呀，你们有心理准备吧？你也接了这个通告嘛？对嘛，硬着头皮也要上，也是要比的。哦，那快点。泰国泰记都空间传堂吗？冇啊，这都龙非常大。哦，今年系第一摆参加客家长的比赛。天一摆，第一件我要去。其实我觉得哈，一比赛你差会全部都好色，真的很难比呢。所以有的时候这一款评审跟你是看创意还是看传统不一样，你们是切到。拜见就有拉喽，因为等一下会见起来，对，记起下台片啦哈。这个今天应该是不用到厨师帮我吧？是的啦，我两套料理对你来讲哈，算是熟悉吗？也是没是算挑战。照烧你很用半条。我用味淋、胡椒粉、米酒里的鱼胶。好，我们大家过多上来了哈。好，加油！哇！阿珍你好，今日你咪会做创意料理哈？哎，系啊，卷该金针菇哈。对呀，系啊，冇拿到猪肉，冇拿到猪肉，只有安尼乱的发出来，就要用乱皮，用功夫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道料理，这个蛋卷啊，卷金针菇，有结合那个印尼的变化吗？我正在想正在想，因为这个太简单的东西反而复杂。哎，重点讲到了，这个太简单了，我还正在想。对，因为越简单越不好做。哎呀，挑切安多。
那安尼讲，我用来接住你哦。咁可能有抢医生都接咯，哦，对啊，所以要抢海师傅来才救一下。咁我拍到接街金针菇啦，咁條啦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大家多走了。哦，我不是嘞。哇！這照燒獎要挑好嘞。你咪啲我個接口地方剩箭呢哈，按樣封口地方箭又要叫該為陰年啦。唔會散開啊。哦，你咪啲變通厲害呢。我地背都係金針菇哦，你看用蛋黃蓉店的會熟嗎？哇！我也當然有醬汁與色啊，給它煨一下。所以應該照燒醬有比例嘅嘛？有。到大概我到1比1差不多，碰住下少啲咧。米酒咯味淋還是到1比1。1比1哦嘛哈。肉我要投啲水。係啊，會調鹹啦哈。我要加啲湯落去。啊，應該它前有片係虛節咯，那個厚度你有抓過了嘛？有。你要見到凍好呢，6片，很扎實哈。兩頭料你個照燒哦，應該注意買部分啊。卷啊，煎魚落煎就煎為醬啊，挑天來切東西也是一定要切好啊。你不是因為看到他們開始打開了？等一下，我們有一些卷不好的哈，我們就不要上去，放棄。對，可是其實我們大部分說真的卷得很好吧？很扎實哎。應該還有豬你有切過魚還有先滷過嗎？我要當啲腐肉粉醃魚，就我醃製一下，這個炒嗰陣。醬汁嗰陣倒落去曬完咧，倒落去曬完以後，我們這邊立刻決定再煎一卷，好，很棒，因為其實唔會清舊嘛，為了最好的呈現這樣子。好，剛我這邊勝券在握了啦。好，好，那就先幫你煎。加油哦！好，你那片軟皮是全好的哦，那個也要煎到有點焦焦嘛。我剛剛講的是華語，你可以回我沒關係。因為這是印尼的朋友嗎？嘉寧姐，對啊，不是客家人。可是你們蛋皮一個夠嗎？哎，你軟皮煎好了哦。那我們這個要現統購嗎？這個還是直接包？直接包就可以。好，它的概念是什麼？卷嘛，卷啊。哦，不一定要做大卷嘛。做分別卷呐，不是整個卷。腰帶卷你可以嘛，對不對？對。昨天老哎，你講一下，你都要照燒醬嚟用半條哎。蔥爆香，加味淋醬，然後再加糖、醬油，哎，大概就。差不多了，然後等一下的秘密武器就是加秘密武器，對，加胡椒粉。哇，他加胡椒粉，他加胡椒粉，嘿。哎，你兩片老改下風水兩片，又寫正差住，一定要創先，要先別個。你看。線上係安尼做得嗎？做得。這個羅馬嘅東西攏去，這個羅馬東西攏去。你跳架講總得講啊！大家剛剛有想到可以先這樣子乾煎嗎？沒想到，還好阿兵哥今年沒去報名參加哈。哎，老師台下該下手到係魷魚卷啊，你們有什麼想法嗎？老師幫我舉牌200。台下愛用款就好嘞啦，豆腐卡開虛的，還係蛋腸血它好血哦。1斤500塊，這樣子煮下去會心痛的。線上係安尼做得嗎？這個羅馬嘅東西攏去，這個羅馬東西攏去嘛？你跳架講總得講啊！總得講啊！問題你就會用拍兒來問，你要用廚師幫我嗎？啊，廚師幫我。你用倆拍兒是做的問題。安尼哦，係啊。廚師幫我。我唱嘛啥？唱誒盧俊斌對，盧老師，盧老師，對，盧老師。等下，你啊，什麼用慢音？你有煎的，這等下是用啲勾芡。煎一煎，然後燜熟以後，然後再淋上去，這樣子。哦。好，來第4回事。你有切梅頭嗎？芒吃。對啊，秘密武器。啊，秘密武器哈。好，這個時候只有一個人可以做，因為他使用廚師幫我。有表嗎？就滿標，嘿。等下再表啲勾芡，因為淋上去嘅，哈。勾芡誒。做一隻勾芡，然後因，哈。哦，阿妹昨天提點一下煎的鳳靴啦，剛才阿鳳哥就講，那個煎的方式呢，昨天先提點一下。煎啊，你等一下要注意，讓軟皮袂通熟，所以可能會用一啲啲水，然後烚熟來哈。對。7、3、2、1，時間都停手。盧老師，謝謝。停手。對，可能做得。等下就淋上去啦。呢一啲啲啦哈。好，關火咧，係關火咯。那就選斷你咯。你這個先試看看咯。試看啦，係啊，好。我們先過去了哈。加油哦。好，按姿勢。要片用板。你要
用灶菜的慢慢等于熟，比熟黏米啊的。哦，好厉害，哇，我们这个香味完全摇滚区呢。真的太棒了。这个也给要好，都后半夜半夜都会啊。哎呀，然后等于慢慢熟变黏米啊。而且 Andy 有咸咸都擦擦哎。没有有哦。现在应该就是决战酱料的时候了。可是我觉得以我们的态势来看，因为你还给导毕，我觉得葱有点炒太细琐了。哦，太细小了，我们要切断的比较符合，也可以给面特的呀。最主要係該熟成度挺啊。然後對協一下呀。等一下，師傅其實虛接了，他們一定會拗一板，然後砍動甕，對不對？冇該有什麼是寫實地的。其實我覺得熟一定有，但是講入味的程度吧，對。啊，因為進不進得到金針菇啊？因為兩片的實車冇強了，梅頭冇強了。好，我們要去倒數哦。好，加油！煙筒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吃困難體育館哦。來做個米西看3條嘞。喺關地度呢，其實咩係當緊張，因為呢，雖然講一個廚刀係煮食出來，另外一個廚刀係很軟，可是在外形上面可以來到東江。現在吃吃看那風吹嘅料理，好好吃哦，非常棒。而且我們的金針菇當車耶，我肉又嫩。家下呢啲小李講啊，個地味度冇梅啊，又係冇熟透啊，哎呀，多綠多綠。咬下去那個口感有本來黑豆，因為真嘅當車，我嚇到了。哎，醬料調落後哈，裡面見了東江，米都軟入去，又熟入去。其實你一泡出來吼，可能注意那部分就會大概金針菇，它的熟度。有啲會搶個挑牙呢，吹等我食，好食。哦哟，會講蝦哦，會講客家話哦。好吃才會說好食。嘉寧還有留其他客家話，留到自家做的這個蛋卷，對不對？大家來試看哦。哎，你攬出一個蛋腸用皮，個照燒位置感覺凍甜凍好食哦。醬料沒凍好食，因為我係小朋友，所以我投這邊一票。謝謝。越甜圖還夠掉，小朋友只要有蛋就好吃。其實我給它照燒醬沒調到肚後，鹹甜肚後安呢，而且比較偏甜一點點，就像國前講的，可能生意呢會當中醫哦。有黏米，以後食。一軟皮煎到當香，當好食。有點像是玉子燒的味道。清鹹清淡性啊，你嘅金針菇冇熟，我感覺還好，媽吹當好食，媽知道我自家裡做嘅哈，媽有90分啦。哦，其實有記得蛋腸係軟皮嘅部分哦，就有很大的學問，它的那個厚度係先就走高蓋。它就哈，金蛋腸是就一件甜甜哦，它有2卷，所以吃起來個那個蛋香味非常的重，非常的香，非常好食。等下除了看下師傅到底用辦的評分哦。緊張的時間馬上就到咧，盧師傅送腦筋呢，一個真嘅好食，一個牛天酥糕。好，盧師傅搶分數，攬出一分。愛是誰？好，等下看下阿鳳哥搶分數。風吹一分，毫無疑問啦，毫無疑問。因為啲重要啊，因為部分嘅因為睇到咧，睇到啲獨到嘅要硬啲便宜份，很好味，很好嫩了嘅啦。佢兩片菜要加後冇強來梅頭，跟住照燒嘅部分嘅後梅頭，甜嘅部分了嘅啦。阿鳳哥，我想法係乜嘢？我係想法吼，我某本藍隊吼，其實今日昨天有幫你做啊，我係建議啊，是講佢個軟皮做咧煎合撲掉，它撲掉綁到那個腰帶那邊，你看金針菇底下紅蔥草啊，應該綁到腰帶嘅時候，其實金針菇撈其他的東西是唔入味，這一點。你頭個你減去調個軟味散體以外，你見的是這個鎖口地方嘅話，做啲磨個太白粉，啊，直接用脆的方式醬汁燒好之後用脆的直接做白飯，其實唔入味的。是正常都係用嘅啦，吼。咁家下做乜冇做工呢？我做唔得講啊，所以我哋喺度講咧，係啊。我每本個紅對，其實上話咪當簡單，佢個豬肉切到度好，佢個金針菇燒到凍入味，
哦，甲梅头咪跳到拄好。好，其實你設計來設計法吼，兩組真嘅都懂沾到，各有各嘅中醫。就是剛剛師傅講到誒，其實有些人照燒你喜歡偏甜一點嗎？非常還有有用白 Q 咩檢查。我想好了呢，盧師傅，你剛剛講你好甜的哈，我們等下換我們來評你的分數咯。哦，可能都大家嘅照燒金針菇用嘅件，都帶佢做很用版。照燒金針菇魷魚卷，嘿，要怎麼做？佢哋係部分順條啊、蔥條、紅菜條，好金針菇。其實老人你剛剛強用嘛？即係穿強用，但是最主要係看嗰啲用版去煎啦。你啱想法係講吼，都可能會做差不多做100。對，好太煎這樣嘢。哦，其他的會被張伯謙偷走哎。咁呢度你太了解我們北條哈。重點嚟講係金針菇在賣咯。金針菇應該係先寶寶應該係先煎。哦，先乾煎哦。原因是什麼呢？你本去香味出來，啊甜伊本去水分先招睇到，因為我呢個煎的些是應該唔扎實。係咪認為你手到係魷魚掌握安樣做？重用是還好，因為重用叫粘性，叫係粘起來。用條下個卵皮，可能是做樣嘢先煎過。你煎過直接長得煎起來，你是唔會驚過。條下面有個講過，我呢個金針菇未熟麼？哦，你先煎落，本來要煎熟了，長得煎的這些，你是唔會驚佢冇熟嘅。那就木卡爸爸媽媽自由嘅種有冇一般的風味，佢就冇辦法講乾煎的哈。用到烤箱地位都會，你烤一下。在安斗師傅面前做出來，你會緊張嗎？還好，不會啦哈。切到啾啾哦，那金針菇強咯，用金針菇強咯，樣嘢。啊，它有加問題哦，因為它那個魷魚啊，基本性係有點甜甜的。因為我呢啲本身是有梅頭咧，希望呢啲兩個也是出像卵皮啊，像個中藥係變到係冇梅頭，它咪降低嘅梅頭冇法度落去。哦，大家剛剛有想到可以先這樣子乾煎嗎？冇想到。還好阿兵哥今年沒去報名參加哈，所以你要煎個須煎咯。我看有些人他會加香料啊、胡椒粒啊，你要愛嗎？唔是，等下我哋因為還會爆東西，又會燒，所以我哋是唔是加很多加調味料？好，這樣會基本搶過我哋其他東西的味道。哦，處理的用的。對啊，用重點來了，要有處理。重點就是要切腎給我，切腎給你也是哈。哦，切安太片哦，太大樣意思做得嘞。什麼意思？這麼大片哦？哦，不用片全部就切。對啊，可以切啊，切像肉卷這樣一塊一塊。它兩邊把頭都露出來。對。啊，用可能切過下好看係嗎？啊，怎麼講呢？風吹條毛線煎一下。啊，風吹條買一下煮是熟的，我哋還要煮啊。它不會有縮水的問題。而且基本做在上去啊。那個是什麼？粉。膠水的部分。對，膠水要膠水嘿。這個也是一直壓嘛，壓縮它的空間。對，但是不能太用力，這個由於是它會破掉。哦，這好像榻榻米哦。還有木魚肚愛啊哈。咁呢散。哦，凍甕沒愛。哎，假使大家家下手到係魷魚卷啊，你們有什麼想法嗎？老師幫我，舉牌200。因為這個難度確實有。對，嘿。那我們的文廣哥呢？文廣哥。唔是用安樣東西去爆，係啊。蛋強血是凍火血。係啊，佢用嗰種種嘅，係啊。而且是不是很少有人真的把它拿來醃菜啊？對，因為通常大家不會想到用這個做啦。阿鳳哥，我想加問一下，那個魷魚啊，它是怎麼做的啊？這個有人知道嗎？你有沒有學起來甜？加工做蜜汁啦，加工食品這樣嘅。哦，可以加工食品。也可以落去泡做的冇？泡，但是因為佢本來是算好硬嘅，你泡下伊這變到很好嘅。豆乾炒肉。會柴。譬如要講挑梅凍種啦嘛，甜嘛，哦，誒湯嚟先嚇。湯先落去哦。要用หั่嘅，應該啲因為做好甜的。哦。這時候跳舞嘅嘛，嗶，焦化粉給炒出來，好，還有胡椒粉，他剛剛的胡椒粉，零分啊，零分，也是藍隊剛才的一個小用心，是，鍋氣，有米酒，桂林，要比例有啊，你有看嗎？蠶豆我裡面可能一般這樣1:1，哦，那這麼多水哦？沒有一點點就好，嘿。
其實嗰啲都是傳統熟嘅，係啊，本意用梅頭子才都做得咧。我那沒咁講究哦。這個還是要一個考驗，就講不會比米頭黏咪嘛。要味道要進去嘅。對。其實不過大家愛用看就好咧啦。豆腐看起來實際它的蛋腸是它好食哦。1斤500塊，這樣子煮下去會心痛的。你敢買？不會啊。客家炒肉吼，大家不看全會煮啊。我自己是喜歡吃傳統的，不然到最後就變得只有邊香炒醬油。係啊，就變成張媽媽的料理了。去講貓咪呢？東本公太公暗後會誰來耐情？別分嘛。生意動態的。生意動態。等一下節目會看中嗎？看佢哋啊熟嘅個程度，你講唔辣，即係嗰啲是，例如來切切的，然後讓勾芡，然後淋上去之後咧，翻一下面啊。這個等一下給它魷魚卷也會軟化，對不對？也會軟化，所以也不可以說煮到太久。好，我們可以一下準備一下子做到切咧。看起來有點像是那個壽冠呢。壽冠咧。壽冠東西啊。哇。哇，好香哦！哎，給年代那蜜汁的味道散出來。韓國蛋腸就看的是覺得很 juicy，感覺很有嚼勁。哦，哎，橫切面很好看哦，有一點像真的就係上個用哎。係啊，我介下係風吹也係冷水就爆蔥鵝落去啊，是藍對嗎？對，未做得，但是煮下嘢些，其實佢什麼咪，肯係會變好膚色啦。哦，錯。哇！讚哦，色香味俱全。併購就係併購。有點麻。哇！好像日本料理了哈。當本咪做得變個柴魚片吼。錯，剛好從日料。好，照燒金針菇魷魚卷。按用出後勢咧。用照燒用那個魷魚卷，其實哦，我跟大家講，外形來說，我剛才說，哎，好漂亮哦。好。睇起來 QR 的拼手。等不及哦。用哦，就給分。有哈。哇，它很會吸醬汁哎。大家好，如此小李講，昂貴嘅食材吼，你看本應醃菜以後會打餸嘛，結果唔會啦，慳下加分。非常厲害，金針菇裝過安尼較香啊，係，當香哈。再加醬汁，佢加嗰啲洋蔥裡頭全部按變落去，比較多層次，較多層次。它有層次，cái米都調到當好啊！而家用個金針菇，派用那個木頭古早嘅，叫做香菇嘅香米。泡菜唔免嗌你出道，哪年出道一個？今年要都要用嚟做，好食，今年好食。一下這就講派哦，唔難用啦。其實倆做出來，佢個金針菇吼，落去乾煎，很加分，凍加分。佢還有個醬汁油啊，叫加個洋蔥、青蔥落去嫩煮，凍有層次感，做到凍好凍。係啊，而且跟那個魷魚不會違和，因為魷魚佢本身係甜的東西，照燒咪係甜的東西。阿邊個魚好食甜哇！阿邊個好食甜哦？因為它長得很甜。所所以我覺得這個阿邊個真勁厲害吼，不應該鼓勵一下。鼓勵。真嘅同奶茶又加當香案呢，唔過頭前一畢業，馬上出來進行最不迷館挑戰。做下國家料，強用日出料理，大家都會注目強用嘅料理方式，兩處外地限定嘅時間度，發揮自家嘅好手藝，完成具體嘅菜式。到底兩處會調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等於強下國家料咯。大家來到最不迷館，你講嘅火藥味啊，越來越濃厚了，而且呢，我剛剛就老知道膽比講，我們。做挑絲的呢？係啊，挑絲給咪有來還原現場了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給咪要感覺還要來做客家炒肉。兩組一定想說，還沒這麼比啊？對啊，怎麼又要比客家炒肉？但是我覺得先講一個好不好？好。不管開起來都這個全國客家小炒比賽成績如何，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看的是現場有不一樣的變化。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，俺你比啦，客家小炒。
笨蛋就有够改迷头，嘿啊，很难真的说，这真的是食夫的偏好而已。好，無論我哋帶出啲比賽時嘅嗰種菜式，也係你自家今日現場要改變，全做得。對，所以我們一直在打強心針啦哈。好，來唱每下哦，風吹今日用下客家炒肉，邊發水料理人都蠻解咧。炒肉用鹽仔。哦，那名誒，那檔要靠死哦，聽起來就很高級了，這樣。記憶中啊，過年過節都會整個吹頭髮，擺北公里頭嘅，除了吹頭髮，然後嘅三層那個豬肉用嘅來結合起來作為客家小炒。哇，懂真的誒，超級客哦。係啊。好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咯！哦，所以看起來攬出嚟一條，其實開場嘅時節是去紹介到，呢條動厲害嘅料理菜式了，叫印尼風味。等一下，係咪大家未知當要口服啊？就得學到客家常用嘅印尼版。哇，唔錯，係。因為我有親戚喺印尼來嘅哈，佢係穆斯林，吃豬肉，哈，所以就來改過來哈。天貝給印尼也是很好吃的一個材料，所以我哋今日帶來有很多洋三寶客家炒肉。哇，洋三寶客家炒肉，所以佢家講嗬，一啲備肚嗬嘅豬肉豆腐乾。全部改做係印尼式嘅，佢客家福卡嘅專有特殊技藝。係哦，係，我去到我們卡章以後試了喲。哇，大家應該好難學白白啲啦嗬。好，等一下最尾就講嘅比賽嗬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咯！廖最近準備好勢，老爺嘅客家炒肉周邊發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唱開始。我得開始咗咯。客家炒肉吼，大家福卡全為主啊，就是這個比賽辦到全國性，它的難度在於每一個人都要拿出一點特色吧，就要變化。所以到底傳統會贏嗎？傳統跟創新都在哪一個？對啊，應該比賽的一個比例啦，分數的比例啦。哦，應該可能第一擺比賽應該感覺傳統嘅感覺。在評分上面分數可能都比較好一點。我自己是喜歡吃傳統的，不然到最後就變成只有邊香炒醬油。哎呀，就變成張媽媽的料理。其實講安尼咪當好事啦。哦，來看下當時嘅表現。嘿，老配辦這個真的嗎？嘿，哇！傳不價，傳不價真的。先磨米之後，讓大眾朋友整呢。師傅。哎。這個磨米呢？東本公太公暗號嘅，誰來耐情？別分嘛。真係動態的。真係動態。哎，這個動有心呢。所以cái米係用要貼片哪一種米嗎？再來米。然後那個椰做一 Q， 圓一 Q 係嘛？係用做下餸嘅方式當係做，用喺當過去。依家下講，我用菜頭板來做時間，我冇想到。我這樣子挖一個洞，雖然係講香啊，但是，哎呦，做這種用來放學來做，有點像裝盤吶。對，而且好棒哦，結合客家經典。你要給乜嘅？松子。哇，我喜歡。用配過啊，又配過嘛？又配過。我這邊真的厲害了，我必須說。哎，你一家子做盲色周溝，真的，老配辦也得空哎，真的，你是不是覺得我們的比賽輸贏比全國客家小炒更加重要？哎呦，懂初衷哦。你看，依然要衰唔得啦。佢今年用未來咧，就係因為你體質改是這就主持，那聽也是晨晨哥，他是為了看你的時候才來報。每次他就聽給中央。冇啱民主義主持人用啊！他看到你是一長為主啊，因為想要看我主持，耳朵一家子住哦。哎呦，好，哎，那等一下豆豆來了哈，加油！我來接。哇，這是什麼？我不知道從哪邊開始介紹了，好陌生哦。你係咪緊肉？羊肉，哪個部位？里脊，里脊哈，很嫩哈。啊，這又叫親戚係印尼人，總的是豬肉啊，因為宗教關係。宗教。羊肉的部位有特別選過的原因是什麼呢？因為它有油脂，然後瘦肉部分又很嫩。我們豬肉是用那個3層肉嘛，它有帶油脂，這個相對它白色部分就是油脂，只是它的油脂沒有那麼多而已，可是它的香氣一憋馬上就出來了。凍豆跟新香料做咧獻機介紹一下。對，新香料是新香料有什麼？介紹一下。新香料有椰薑嘛，一定會有嘅哈。當然我有紅蔥頭哈，蒜頭，然後絲果。咁啊
石果。对，而且总要点上奶油，没看过哪个味道啊？台湾有种吗？要进口了，这样会有。坚果了，对啊，应该这样。该得是南姜系吗？还有姜黄、南姜、香茅呀，香茅。哦，要不看该香茅好抬记好冲哦吼。我哋熟嘅核胚啦，从那去用安尼胚啊呀。你自己种的啊？对呀，他这边人家他懂园种了，种来做料理用啊，嘿，摘来后叫一个来家吼，安尼煮当功夫哦，用树哦，哈，树来安尼浸到安尼油的。哦，嘿，我们做做好诶，做好诶，嘿，安尼磨碎过后吼，不放炒到米头出来，等下就做安尼酱料落去安尼夹夹啊，嘿，对，我们的特色就对阿米啦。那个粽子到底是什么？哦，要姜黄饭。对，等下哈，讲他刚才是跳咸哈，本来他刚才用安那个姜黄饭配饭色。你用啥去比赛干哈？你用啥去煮嘛哈？对。你喺夫妻讲几夫妻粥吗？对嘿，我从来唔知啦，一定都唔知。今日天一拜安尼，他敢见肯定啊，你做有来输会见准啊。唔会。好，我们先过去好不好？对啊。先孔家片好嘞。来加油一下，大家都转来。好。哇。先老客家炒牛的米头炒出来哈。先煸皮条，这一步煸皮条。因为做虾松啊，所以切都好细了。啊，亚个虾松就没有用那生菜，是吃这家用老皮白嘛？我跑到你讲虾松摸狂到哈讲，好美啊！然后都猪肉松嘞，猪肉松，用想象力啦。哦，七条头就。我这个最喜欢这个漆的味道了，还有那个声音，对，恰恰，好香哦！这个我很想配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白饭。其实跟老配饭有点像，碎饭呢。碎饭哦，这个是不是杜后冲老配饭呢？你们中了对不对？我弟该感觉。哇，有点上劲，当疗愈你弟嘛？空气炒出来当疗愈，一切那边变啊！你弟大白咧用唔出来吼，上我们盘都有谁训呢？哦，你还是好嘞啊！一炒好，我等下变个蛋糕。哇，那差不多的嘛。对，你们可以向梦莲姐，看你老配饭钱都给讲。它真的是金砖呢。魔鬼跟它菜面係菜条板挺係金砖。口感层次为再多一层这样。你怎么会没得奖哎？对啊，有啊，我有佳作啊。有佳作啊！今天给你第一名。喂，难听到。NHK 这个节目吼，10年以来哦，其实摆东南亚是印尼料理带来显窗哎。对，打开来。还是要说芝麻开门。可以。哇，地板还丰盛嘞，好漂亮哦。丰盛的姜黄。如果我那一年有机会去当这个销售什么评鉴员吗？试吃员，我一定投票给你的。雪玲姐排 C 哈。用金砖，像金的用啊，金光啊嘞。你们的松子要用在哪里？上面点缀。但是要口感层次为再多一层这样。你怎么会没得奖哎？对啊，有啊，我有佳作啊。有佳作啊！第一届也佳作，第二届今天给你第一名。喂，难听到。小心不要出口来。哦，先看一下蓝水。这是什么？长豆。这个通条。天贝已经炸过。天贝炸过了。跟天贝很嘛个口味，它有黄豆做的，红豆做。黄豆加酵母菌。天贝它真的是高蛋白质，而且它是素食的好朋友。没错。好爱哦。可我有一个问题，这样会不会就不像客家小炒？不会，它完完全全就是它的精神在里面。哦。比如说客家的长豆。然后还有天贝取代豆腐。也是豆类。对啊。所以这个酱里面刚刚出了就是自己摸出来个用料之外，还有嘛改？就是有这些。猪要得摸出来炒锅哈，不用等了，随时夹夹吧哈，然后腌米。应该是羊肉是啊。跟羊肉，羊肉加那个酱料了，有点先给它腌过的感觉。腌过了，现在是把羊肉的那个油脂给逼出来。哦。其实两罐哦，这边是狗架料。香哦。对，不卡就嘛个雪菜是用嘛个。啊，羊三宝是哪三宝？猪要头干啊，长头的啊，天贝啊，还有羊肉啊。哦，就这3宝。
该香味真正冻从来到东南亚我很喜欢这香味。因为加入香茅。你是甲这个节目吼，4年以来哦，其实摆东南亚是印尼料理带来现冲诶。好嘞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好，那我们来倒数哦。现场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要吃吃看那呀最杯面一关咯，因为你客家经典嘅客家炒肉编出的料理，来做客赞的。讲到客家炒肉呢，就系你客家经典料理，先吃吃看那风吹呀，做系炒肉用金砖，好，今年剪刀擦擦，像黄金可以用诶，来吃吃看喽。做得几强诶，这个只有生长来糯米做的整的哦，蛋糕还有不用琼子啊呢。哇，那地位舌头嫩嫩诶，非常好吃，而且我必须说，连楼台板它都是外酥的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夸张吧？对，底肚瘦有个料，有拉米，有拉车，放那个松子真的是画龙点睛，非常好吃。人家冲来唔滴。人家那老皮板，然后客家炒肉系好朋友诶，真的。我想到基隆沙做的结合，因为他们都是客家朋友啊。哦，它真的好好吃哦，大哥，你这要注册专利耶？几時接到比賽間要識高嘛？佢香港冇去。不所以你踢白色。有沒有佩服弟弟露台那種？有啊，好深哦。頭腦黨好，頭腦黨好，丁瑩。如果我那一年有機會去當這個銷售什麼評鑑員嗎？試吃員，我一定投票給你的。雪莉姐排 C 哈，名副其实啦，嘿，很香的客家饭跟那个菜头饭，它是有某圈样的一种体验，同好食，同香，同好食。你同澎湃啊？对嘿，因为是到青澎湃的菜头饭，好食。蓝水的一片印尼口味，可能大家冇食过，给叫你试看。这个饭要怎么打开来吗？对，打开来，直接打开来，就像跟那个菜头饭蹦嘿。还是要说只打开门？哎，可以，好漂亮哦！这个姜黄嘛，姜黄蛋嘿。哇，地位还丰盛嘞！怀孕的已经专门在吃咯。哦，那我肚子大的可以吗？你有的啊？下台啊？下台做得啦。哦，人家入到係嘛嘅？芭蕉叶。哦，真的非常有异国风情。哎。就是也很香，会舍不得吃呢。也还有姜黄饭，也还有我们的杨三宝客家小炒，而且连姜黄饭我都觉得很好吃，印尼的感觉。对，你们自家嘅香茅啊，南姜落去嘅发嗰种米头冇香用。香茅有一种清香的味道，香当好食。饭又整到当 Q 当好食。饭真嘅真了 Q 哎。应该本身的冻种是东南亚料理的，这个可以排在我喜欢前3名。谢谢。非常厉害。我人我看好做客，我会炒本色。因为肉肉吼真正冇嘅香味，韩国做啲炒到 QQ， 唔会硬硬哦。然后韩国它就该上条，它每一个食材的全部系油细粒，所以都非常入味。就是都呀，3样东西。都是一种宝贝，所以我哋把它命名为杨三宝客家小炒。对，可以来到那个节目哈，学到异国料理，同时还做在保存客家烟梅嘅文化，就是最难得的事情。不过等下师傅都在运用办拼盘咧。现在嘅时节真係到咧，因为讲真嘅呢，兩族都有特色，完全冇共用，唔係傳統然後創新問題，是完全不同類型。教本師傅來上法嘅哈，盧師傅搶本書，風吹一本，拜託，不要下鳳哥搶本書，有種係風吹，你自己解釋。因為批判係講咧，佢個炒肉嘅部分，呢一邊炒肉嘅變化去做成寫送嘅咧，感覺配到其他做嘅咧，摕到班嘅部分吼，易學易到。其實呢一片吼動好些，呢一片是好創意啦，好呢個個人的風味嘅部分啦。好，你下把鳳哥來講。其實哦，藍隊真緊動可惜啦，應該不要拿出來放因人咧，因為有辦講呀，因為客家小炒你有結合在一起，從你根本按樣做，你都在爆都該盤地盤。
落去嘴，总额，嘿，落去嘴，给梅头，给个洋三宝、客家小炒，给梅头全部都融入到姜黄饭里面，给色美冻好看哦，给孔该姜黄饭油啊，你们昨天用一张模具，轻轻嘛用剪的，你用炒好些变到像该萝卜干那变到当板，给视觉效果冻好。客家小炒洋三宝变好，一口吃下去又脆脆，吃到没冻好。是正常用的啦，正经。好，明年哈，明年要做安样做？你要做啲比赛哦，俺唔去参加啦。你是你糖吃了，那就说明年见啦。我们明年全国比赛见。俺唔去参加啦，他不会想参加。俺原本两片吼，洪德其实讲吼，佢家发挥到淋漓尽致啦。3000样未见到嘟嘟吼，1000条杆油全部见到嘟嘟的，每套未跳到嘟吼。一好食东西，正经讲维他独尊啦。好，今日当幸福，不管係有融合嘅印尼式風味嘅客家炒肉，定係呢度傳統嘅客家米湯，我都知道講哦，呢食材有食路都當好食啦。不過馬上就來進行最杯米館嘅頒獎咯。耶！好咯。呀，家下比賽嘅結果已經出來，兩組激戰，在我們心中，所有來參加比賽，一家之主嘅人都會稱讚到嘅。風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風吹得到3000元嘅獎賽金，恭喜！耶，大頭名哦，恭喜！咱吹的一片，哈哈哈，2項哦，也係櫻花粉陶瓷不沾锅具組2種全部送俾你哋哦。謝謝。哇，帶有好耐哦。我們來聽聽這邊，因為他們等着要發表得獎感言等很久了，佢等了2年了呢。係啊。我每天嚟參加呢個節目，心情也會有點緊張啦。我都盡平常心來。盡大家嚟熟識朋友嚟交朋友樣啊！真歡喜今日來參加呢個節目。也給露台有認真嗎？有，當然啫。你都順風看得很清楚嘅嗬。佢清晰嘛，佢彩色動物變化。係到喺要去南莊做得去嘅點樣行錯錯。你良好了訪問一下哈，雖然係熱天自重哈，不過也是帶我們坐上飛機去到外國嘅阿姐。玉琴姐，真嘅感謝你。那今天參加比賽啊，有乜嘅目標嘅心情，做在老大家分享呢？就像剛剛嘅夢蓮姐姐同樣，有這樣子的節目，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大家目標樣嘅一個對客家認識，對朋友嘅認識，真的是當後一種學習的過程啦。我們會更加努力的，然後謝謝客家電視台給我們的機會，謝謝。也很謝謝你們帶來這種很不一樣的異國料理。兩組都會按厲害嘅牛年今日來到一家之主比賽，相信每本觀眾朋友學到不少吧。不管係前輩我來做變化，又係講後輩我拿啲客家炒肉過來做進化，都係同樣哦。感覺人嘅用心落去，一聽就在都傳統當中看到新嘅意念。主菜哦，其實冇埋嘅修養啊，主菜唔係比賽，要做出自家嘅好味道就係最好嘅。一家之主等等你向下來報名來參加，大雕師分享不開好美食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